很多人一听到卫教，刻板印象就说是无聊。不过，台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李冠廷却将魔术与卫教结合，令在场的长辈都相当入迷。虽然医生谈的是骨松预防保健，不过先露一手简易移动式骨松检查仪，就是断手台的魔术来带动气氛。1，准备2，3，哎呦！再减点。小黄瓜断掉了哦，来，手伸出来，动一动，掌声鼓励一下哈。李医师说，骨松无声无息，却是比癌症更凶猛的隐形杀手，千万别轻忽潜在骨折的风险。会中除了教大家自我评估骨松的小方法，以及保密防跌和运动的重要性，也特别提醒长辈们，好比网传洋葱比骨松的药有效，就是假消息。多吃洋葱就可以治疗骨质疏松，不需要用药物。那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会鼓励说，我们多食用钙质以及维生素 D 这些食物。不过这些是针对说在低骨量的状态之下，在治疗上的效果还 OK。但是，一旦我们确诊为骨质疏松的时候，还是要循正常的就医管道，使用正式的药物来治疗。随着科技进步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假讯息和诈骗，虽如何反诈和增进媒体识读，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。中加宽频三冠王双子星讲师许曼珍就以许多新闻图文来解说，避免被媒体牵着鼻子走，也具体教导大家在分享任何新闻和讯息之前，别忘了停看听。可以先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、MyGoPen、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平台来查核。会中并透过有奖征答和宾果游戏，让参加的民众在寓教于乐当中受益匪浅。不要看到好消息假设物件这是伪装讯息配合，就直接转传给身边的好朋友，爱惜蛋节。三冠王，那中家电视的，然后来讲那个防诈骗的宣导，我觉得也是对于现在的长辈非常有帮助。因为现在其实他们 LINE 或者 FB 那个诈骗的讯息，很常会接收到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宣导，可以让他们更了解，做一个自我保护，那个预防诈骗。虽然天气酷热，不过民众对如何终结假消息以及卫教宣导都踊跃参与，终身学习的精神令人感佩，也对七贤社区刚起步的关怀据点有很好的凝聚力。记者顾恩吉台南报道。